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171回。即摆时间伫台湾是3月初1拜六，伫美洲时间是咱的2月28。今仔日是咱线顶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228节，咱要甲全世界的台湾人做伙来听咱即个上听的日子。出代志啊！政府杀人啊！台北出代志啊！阿山拢甲咱骗啊！全台湾的乡亲啊，咱着斟酌听。这是台湾广播电台，阮甲放上头，站起来啊！拄则长官公署对咱百姓开枪扫射，死足侪人的。张英公务员伫大场顶拍查某人，佮开枪弹死人。咱百姓来讨公道，爱因甲凶手交出来，因煞佮对咱开枪。阿山政府又搁杀人啊！咱就站出来，做伙来要求政府：第一，甲昨的凶手交出来；爱甲公开枪决；第二，人办丧事开的钱，因着爱出；第三，政府着爱保证袂搁出这款代志；第四，专卖局长着爱亲身出来会实的。第五，爱甲专卖局主管洗头路。全台湾的乡亲啊，咱着站起来。1945年将战了后，咱欢欢喜喜赢至祖国，结果咧，才过东半年，通台湾互因侮甲乌天啊毋得，政治黑暗，做官的生鸡软毛，甲人敲油收红包，因上熬，兵啊、警察啊，也穿死计欺负百姓。搁甲做官的假胖假丁，空做一伙，昨因拍死人，专卖局会讲在查私分，笑破人的喙，袂见袂笑，走私拢嘛因咧带头，拍人的话救人。物价分武甲大起，台湾的物产拢送过支援因阿山的内政，咱台湾咧，咱煞汉米娘都买袂起，无米通煮。囡仔都食袂饱，继续安尼落去，咱早晚会夭寿。不如起来抗争。做官熬趁，兵啊鸭霸，警察啊后慢，全岛同胞为着咱的未来，站出来，抗争才有希望。
刷来，咱做伙甲咱的目睭揢起来，用丰富的故乡即个歌，做伙为咱1947年失去的台湾人来听，为咱家己，为咱即摆2025年犹原知影听、知影笑的台湾人来听。打到颜在切，死亡。打到错击，死亡。打到李万基，死亡。打到红条片，死亡。打到李秀珠，死亡。打到詹宏明，死亡。打到余炳金，死亡。打到黄宽，死亡。打到林伦，死亡。打到刘行鼎，死亡。打到杨明德，死亡。打到老娘念妹，死亡。打到陈黄，死亡。打到黄传生，死亡。打到洪秀月，死亡。打到吴顺进五人，死亡。打到黄贵，死亡。打到蔡金凤，死亡。打到吴卫金，死亡。打到柯团票，死亡。打到陈林顺，死亡。打到陈文杰，死亡。打到陈文秀，死亡。打到郭英华，死亡。打到高黄昏暝，死亡。打到张柳队，死亡。打到李润武，失踪。打到郑清泉，死亡。打到李शक凯，失踪。打到刘丽香，死亡。打到陈凤才，失踪。打到柯心良，死亡。邀请大家即马甲目睭天开，咱做伙来听228之歌。予台湾人真惊，中国派兵改变咱运命。
阿母失去心爱的大囝，囡仔找无老爸甲阿兄，阿伯阿叔忽然无看影，28是台湾的最疼。互台湾人真惊，中国派兵改变咱运命，阿母失去心爱的大囝，囡仔找无老爸甲阿兄，阿伯阿叔忽然无看影。28是台湾的最疼。拄则咱所听到的名是打到高雄3月初6 1947年大屠杀的时阵一部分的名单尔，是昨台湾228现场。有分打狗甲台北场，咧游行的时，阮拢有沿路放受害者的名单，这敢若是名单的一部分尔。1947年迄年的春天，根据后来目前中华民国官方承认的资料，咱台湾尚无死2万多人，这是保守的资料。伫迄个时阵，咱台湾人口600万，等于300个人就死一个。228毋是干那死去的人的代志，毋是干那死去的家庭因厝内人的代志。228伫1947年的春天，伫咱每一个台湾人的心内，拢种一粒惊吓的种子，到呾。咱应该安怎面对？煞来，咱做伙来听台湾国公务员替大家吟诗。咱大家来吟的诗是台湾文学家陈明仁伫1996年所写的《1947寒冷的春天》。1947寒冷的春天，是228意念碑。这个碑毋是意念收魂，也毋是建立往事的冤魂，伊代表大家为反和平着付出的代价。这个碑袂使代表公义。也袂使消除历史的污染，伊代表原罪，违反正义着负担的原罪，用这个碑埋葬历史，用这个碑开创历史。后227的唱声，即天的天色普普，早起就大蒙雾。昨日找讲，今仔日不宜出门，毋过会使远游，离开台湾愈远愈好。要暗仔时，天边红个红个。看袂出是火色，也是希望。大稻埕的neon都倒起来，雄雄
人声喊喊，庆声了后，树仔顶的赤鸟仔，觅伫土空的鸟鼠，毋知愤怒，抑是着生惊，乌白吼，乌白撞，热气公袂着门口埕，鸟仔长，鸟鼠仔大，敢会堪得较济会惊吓。等到日头点点听，幸好红雨也庆声。中228的菜鸭，台湾人起痟啊，自来一群菜鸭，一支竹篙搬过田岸，搬过溪埔，搬过庄，台湾尾搬到台湾头，搬人担一支竹篙，担一支竹篙，荷兰制、中国制、阿鲁米，也是怎个的？鸭卵捡袂了，227的庆声，照讲是鸭听雷公，哪知影鸭起车讲，菜鸭煞起翻，撞过田沟，撞过庄头，撞去长官公司门口，一时竹篙吹啊失效，搬鸭人倒伫涂骹假吼，菜鸭万皮7月半还袂到，毋知死活煞起痟，菜刀对竹篙，插落拼大炮。买袂户口的土地。1947年的春天，长冬正月时，台湾人还咧过年。大场埕圆圈边的庆声，当作囡仔咧放炮，庆祝悲情命运的开始。单儿笑嗨嗨，条件做恁开，32条无算多，怀着恁的性命干若一条。本有机关枪甲大炮，搁较多嘛死无够。太空人登陆了后，北到南，南到北，就安尼炮弹四界扫。老母找无后生，母口无红，囡仔要找老爸，嘛有查某人死伫街头。鱼公伯啊，看袂过身，干那目屎一直流，雨甲血淋咧流，车头流到港口。台湾人即阵菜啊，即阵才知死期该到，人伫遐听候台湾即片土地接受红雨的洗礼，思考甲中国的关系。228，一阵历史的风雨空袭过，留落来一片未户口的土地。人爱为苦难的记忆，开出上水的花蕊。天光的迄天，台湾是新国独立的国家。人爱为苦难的记忆，开出上水的花蕊。天光的迄天，台湾是新国独立的国家。天光的迄天，台湾是新国独立的国家。咱多谢咱台湾国公务员主席文章拓普拿的议题来替咱读陈明仁咱台湾文学家1996年所写的
一首诗，1947寒冷的春天。上尾即两句是阮伫即首诗读了后，即首诗是阮2021年伫台北的28点库560个 NGO 团体同年伫28拢会办的游行，行过迄个时阵台北出代志，每一个地点，了后会伫28个起点，也就是即摆行政院东西市的行政长官公署头前，会用手语诗来开场。即种手语诗，用手语来读诗，是为着要表现无声。即个无声是咱1947年台湾人互屠杀、互杀了后，咱袂户口袂出声，迄个无声嘛是刷来几十冬，一直到40冬后，1987年，因为地南用先摆因公开来谈论28，做28边反运动，咱台湾社会才有公开谈论28的声音。这段时间的无声，到即马2025年，虽讲28即天休假，毋过有偌侪人知影即天的意义。咱伫咧听咱的听的时，有偌侪人有法度解说，别人听会到、看会到咱的听。所以，咱爱对苦难的记忆开出上水的花蕊。天光迄天，台湾是新佮独立的国家。咱相信台湾就爱有咱家己的国家，台湾人爱做有国家的台湾人，28才袂搁一摆来发生。煞来，咱请徐明文乌妈妈协会的干事，嘛是2位台湾囡仔的老母来甲咱底讲，甲咱讲台湾囡仔带咱捌28。好，各位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明文，是咱做伙来讲台语宣教乌妈妈好无协会。希望我咧讲话吼，稍等我一下吼。来甲囡仔抄代志，咱稍等一下。是的，是的。是。无伊还佫咧抄代志。咱拢知影迄个囡仔，咱是毋通甲控制，所以咱互平稳甲因囝抄一下代志。咱的囡仔拢是知影28的囡仔。好，歹势。好，来。我是明文即摆是咱做伙来讲台语宣教乌妈妈好无协会干部，嘛是一个足平凡的台湾老母。大家应该拢看到，拄仔迄个就是我6岁的后生。我阁有一个较啉3岁的查某囝。我对2019年开始决心和囡仔讲台湾话了后，阁加上接触到乌妈妈，尾豆决心强要传台语、传台文，强要传台文来过生活。安尼，我会记即几工仔伫咧社群媒体，咱应该拢看到真侪对28的发言。我有读到一段算是咱港国的人网络红人讲的话，伊讲主人绝望的颠倒，毋是失去一个世代的精英，是咱即个世代的动容、无知、结互放放。是安怎会讲动容、无知、结放放咧？我相信当年若是到即个时阵，咱大家阮当拢有看到，不管是朋友啦，还是做生意的人，甚至是做官的，拢会讲要欢庆28，就是欢乐庆祝的意思。无就是讲即个假期要去倒位佚佗。甚至阮昨淡水的一个律师，嘛是乌妈妈律师，就讲伊伫路林听到有人咧放炮啊。我逐摆若是听到，更摆若是看到遮个代志，拢会感觉足生气的。阮先生昨嘛拄仔咧甲我讲，
伊讲当年228看到人出门去佚佗，出门去228大露营，拢感觉足火大诶。怎样伫即个时阵会选择出去佚佗，欢乐庆祝，还佫放炮啊咧？我就想起较早还袂做人老母诶时阵，我当年到228，其实拢咧倒闪，因为了解228代志，知影愈多，就愈艰苦，看愈多，就哭愈多。我无想要过遐尼艰苦做歌，所以当年到228就倒撇。我想要过流遐侪目屎啊，就选择莫去看。那安尼纪念咧，纪念有别人咧纪念啊，安尼就好啊。我无想要过去邀伊遐诶代志啊。一直到开始咧做有意识诶，用台湾话咧过生活诶台湾人，才偷偷发现，我爱为我诶囝勇敢起来。我诶囝是咱做伙来讲台语，先甲我妈妈好无协会有创立一个专台语诶幼稚园，咧带我诶囡仔。我诶囡仔就是拄仔大家看到迄位，伊是咱专台语幼稚园诶第一位学生。我会记得伊诶先生，伫咧公园一摆带伊咧耍诶时阵，拄着一对母仔囝。伊诶老母是听有咱台湾话，会使甲咱对话，但是伊诶囝煞连一句台湾话都听无。我诶后生就甲因诶先生问讲，是安怎台湾老母会生中国囝啊？其实囡仔看甲比大人佫较清楚，伊知影讲台湾人讲台湾话，伊嘛定定甲咱提醒。中国人够胆，要咧杀咱台湾人，透过杀死台湾话来甲咱诶台湾分票嘛杀死啊！佫有一年228，伫咧蔡水怪舞蹈社，我妈妈有做一出行动表演，就是用红色诶菜破伫诶白色大大地诶布顶悬，代表就是台湾人皇太死了后留甲插插灯诶火。囡仔看到迄个时阵，火破甲规屁过，其实是惊甲妈妈哭，所以就讲我无想要搁伫遮，我要转去。迄个时阵破拆的是一个少年家，号做阿文，我毋知影今仔有伫线顶无吼。讲起来是对阿文足歹势，因为自迄阵开始，伊看到安尼，全看到阿文就惊着。若看到阿文，就毋敢活伊，惊阿文惊甲担。毋过当年的228，伊嘛拢做对我去惊228。就算伊知影伊会惊，伊会艰苦，伊嘛是愿意陪我去行。所以咱就知影，咱爱为着囡仔，搁较艰苦，嘛爱徛出来。这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台湾人应该爱做的，这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台湾人应该负起的社会责任。咱绝对袂使庆祝，咱拢知影。毋过，咱嘛袂使搁倒闪。咱爱做伙度过黑暗，才有法度迎接日头出来迄一天。感谢大家，我是边文。多谢连文甲咱讲遮个故事。迄个时阵，连文伊讲着，阮伫台北的228蔡水湾舞蹈社迄阵咧做行动剧，迄场是迄年的228记者会。迄年我会记是2023年，2当前尔。迄年的记者会，因为蒋万安伫2022年底当选台北市长，就是228上应该负责的杀人凶手，中华民国的实名者，伊的后代。咱台湾人应该感觉悲哀，嘛应该感觉见笑。是安怎228过遮久啊？咱犹阁会转票，互伊选掉，咱咧惊啥？
迄个时阵伫记者会的现场，迄个行动剧所配的诗，就是拄则就听到的1947寒冷的春天。因为即个活动，即个记者会是有足侪无共的 NGO 团体，来做伙来举办即场游行、即场记者会。现场，我妈妈是做亲子活动起家的家庭，嘛有别的是做亲子教育的协会团体，带囡仔做伙来。我相信大家拢是想要互咱的囡仔，搁较知影咱台湾的历史。不过，阮伫现场看到，是安怎台湾话遮尔要紧？因为阮的囡仔听到即个诗，搁配迄个老岁老弟的迄块布，因惊到要死。迄天是阮理事长小雅负责带因问小雅讲：“我即摆感觉足惊的，我想要走啊！”毋过小雅迄天有负责爱伫记者会发言，上时别个囡仔就是别个团体的囡仔，因是我无确定因敢听有台湾话，毋过我看因的囡仔甲爸母之间，甲带队的人之间，拢是讲中语。囡仔是足欢喜的，伫遐耍走来走去，对，伫拄着是迄个空间真正真水。毋过囡仔伊是非常就欢喜伫遐走来走去，毋是要怪囡仔，毋过因为囡仔听无，咱无互囡仔听有咱的台湾话。伊听无台湾话，就无法度咱知影咱台湾人文学家写出来的诗是安怎咧听，伊袂惊，伊袂感觉恐怖。毋过咱敢爱知影惊？迄个阵说，阮乌妈妈的囡仔要求讲，我足惊，我即摆感觉足恐怖的，我想要来走。的时，小雅讲袂使，我今仔日有任务，要发言。你会惊，恁会惊，对，咱爱惊，咱爱记得即个感觉，因为咱若毋知影惊，即款代志就可能搁一摆发生。所以等我讲了，咱个台湾人的心声讲出来了后，我才带恁来走，好无？对，这是迄天发生的代志。煞来，咱来听咱的台湾国歌《台湾翠青》。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水青，早前受光统治，独立人会出头天，拥护国宪法的基础。作军兵顶三野座，认为文化世界和平公平，向前贡献在明，太平洋西南海边。水青，早前受外邦统治，独立人会出头天，拥护国宪法的基础，始作军兵顶三野座。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公平，向前贡献在明。
润的无声。刷来原底是要读278周年我妈妈的宣言，也是伫昨我是郭伦婷，是即摆我妈妈协会的执行长。这是昨伫我妈妈伫打狗甲台北拢有下晡的2点组织2点28分开始拢有办现场的228节，互囡仔甲大人会当做伙来参加。大家即摆看到的文字是我伫昨228节的现场所读的，毋过我经过昨的活动到即摆我无想要直接读即篇我想要读昨的活动煞暗时咧整理相片我伫打狗即边嘛看到台北迄边的友志咧行的活动，因就是两边气氛诚无共款上尾伫昨的我妈妈面册 fan page 发的文章，读互大家听。228节打狗场、台北场，多谢每一个来斗阵听、做伙笑的台湾人。新中国今仔日又搁呛声，讲因袂放咱煞，讲因绝对会甲台湾退转去。中国超工经228即个日子。因超工咧甲咱喊，有影，咱会惊，咱爱知惊，咱知惊、知疼、知惜，咱才通真做勇敢的台湾人。今仔日台北，咱侪台湾人转来到228大屠杀开始的中华民国旧行政长官公署门头前，用咱的话。写一张光批，写咱的悲伤、愤怒、甲希望。警察过一摆，甲咱大人、囡仔尊重、友善包起来，咱犹原伫遮徛停停。今仔日打狗，咱侪台湾人转来到高雄大屠杀的旧市政府头前。咱伫咧捌互献花，领养去的打狗川边用正虔的心唱歌、读诗，大声讲出咱台湾人的心声。规个晡，看一个一个台湾人，专工来到228公园献花、行礼，同款是红色，阮用色料，互伊伫咱胸前开出一蕊花。咱是看会到希望的人。1947到2025，一代搁一代，咱还搁伫咧。后世人，阮要继续做台湾人，做一个有国家的台湾人，新搁独立的台湾国，咱做伙来去，好无？好，这甲大家分享，这是张打狗场的相片。阮伫历史博物馆，也就是迄个阵高雄大屠杀开甲上惨的所在，行一日了后去到对面的228公园嘛有做一寡活动。这是台北场，台北场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头前，阮写光批，这是咱的光批，拢是用台文写的，大人囡仔拢共款，伫遐甲咱的光批。搭伫遐，互搁较侪台湾人知影，你无孤单，有足多人做伙咧听咱的听。毋过遮伫台北场，就是警察共款甲阮包起来。我看到即张的时阵，感觉足毋甘，毋过嘛足光荣，足骄傲的，因为这是我的友志我嘛知影台北的气氛就是安尼。阮对2021年伫台北办头一届，我妈妈就是用广告的方式，专工为着囡仔办228的活动，嘛是伫228迄天，伫228公园，阮就是涂骹做几张纸，顶头画地图，互囡仔知影讲当初是咱台湾人抗争的路线，甲因讲228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尔。就共款有警察甲阮包围。伫2021年的时阵，到2025年，即摆犹原共款。虽讲毋甘，毋过嘛足公平的，就感觉咱有遮的
有几堂做伙，非常骄傲。毋过刷来我看到即张，搁较，这是我下晡的时阵，伫阮的工作群组，我就知影台北的幼稚有红包起来。毋过刷来我暗时咧整理资料，我看到另外一个幼稚，拄好是即摆入来的书员，就是伊的面册铺即张，伊嘛有参加阮台北场的日版，啊，伊伫伊的角度翕相，翕着阮的囡仔，这是阮的囡仔，这嘛是阮的囡仔，看到即张的时阵，感觉真公平，毋过感觉真毋甘。阮上大汉的囡仔是一个，伊号做环，伊即摆伫台湾初中2年，伊是阮从细汉看到大汉的囡仔。伊甲阮做伙徛伫头前，晒日头，互警察包。这是阮的理事阿峰，甲伊的囡仔阿嘉，因去献花了，警察会甲因挡，对，毋知，就是看到即张，阮从细汉看到因大汉的囡仔，甲阮徛做伙，足公平，足骄傲，嘛足有感，甲大家分享。落尾即趴上好，即趴先到遮，咱刷来要请德玲来甲咱介绍，因为咱今仔日即场是专讲线顶的日日捌节，甲前2场伫现场的较无共款。阮妈妈办2场，一场是伫台北，一场是伫台北。毋过，阮了解，毋是所有的人拢有法度来到现场参加。今仔日线顶即场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佫是从疫情中华疫情迄个时阵就到呾，全世界的台湾人做伙，逐礼拜伫线顶聚会，所以要专工来请德玲来甲大家介绍。因有起一个 Minecraft 即个电动，咱会甲大家绍介，伫线顶来去台湾国，伫内底嘛有咱日日办公园。所以咱甲时间交互德玲。嘿，大家平安，大家好，罗卡达瓜啦，我的名号做三亚斯，嘛有人叫我德玲。今仔日我要来绍介 Minecraft。全世真侪大人囡仔，大家拢有耍过 Minecraft， 因为囡仔会耍 Minecraft， 所以大人都会知影因咧耍 Minecraft。好，安尼。我今仔日要先来分享一个画面。好，恁若是去 Minecraft 的网站，伊的官方的网站写做安尼。因为咧，就是因今年有出电影，所以恁若是囡仔有要招恁去，嘛会使做伙去看卖，为虾米因想要看即出电影？真人版的电影安尼。伊有出足侪种的版本，安尼伊的世界是写做安尼。恁若是想要了解，大家会使家己看。好，这是我妈妈的囡仔咧，咱伫旧年航马节的时阵，大家做伙耍Minecraft 的画面。规定就是恁毋免叫因耍，因就家己会伫遐，嘿，就是恁嘛毋免甲伊教，因就家己会晓。好，过来是 Minecraft 即个电动，毋知大家敢知影？就是听讲全世界第1名上侪人买、上侪人耍的电动是 Tetris， 就是迄个俄罗斯。塔庄仔的迄个电动，咱细汉时阵可能30年前的迄种电动。Minecraft 是讲伊是第2名的啦，因讲因是第2名的。为虾米会遐尼有名？就是因为伊毋管是伫咧 Apple 的电脑，还是 Windows 的电脑，还是 iPad， 还是 Android， 甚至是 Xbox、Switch、PS、PS4，应该还佫有足侪。iPhone， 手机啊 iPad 嘛拢。对，拢会使。所以其实伊是所有的平台拢会使耍的一个电
动。好，过来咧是，伊落尾发展到足好了后，伊互 Microsoft 即个公司买落来，所以咧 Microsoft 都想要甲即个电动，互伊有教育的意义，所以伊出一个叫做 Minecraft 的 Education 的教育版。即个咧，就是全世界有真侪先生，伊会用即个物件来去教囡仔电脑，也是 AI。也是讲迄个网络安全呢，也是讲科学、数学，也是讲迄个全世界的天气的代志，安尼，所以你若是有 email， 你的 email 若是有 edu， 就是 education 的，你是伫有学校有咧做工课的人，还是讲你是学生啊，你就会使免钱 download 即个 Minecraft Education 来去佚佗。内底已经有足侪大学，包括我有算过 Cambridge 大学，因做诶，互袂晓英语诶人，为第一关开始算，开始会晓英语，为会晓 library 甲 open 即两个单词开始练习。过来咧是，咱先来讲，就是我是伫旧年诶时阵有一阵朋友，这就是阮诶一阵朋友。其实一开始毋是要互囡仔算诶，是一阵朋友大人囡仔，大人囡仔就是大家就是足兴算济。你看即个时阵又毋是台文诶，这是我是用日语算诶啦。咱四个人就是，阮四个人就是。算到半暝3、4点，我伫大学宿舍内底就互宿舍的朋友骂讲有够差的。非伫即个电动，都是我伫台北，有个人伫三重埔，有个人伫花莲哦，台东，所以大家就是会使相识伫共款的所在，做伙佚佗，做伙开讲，安尼。即个计划就是。阮伫我妈妈内底，就是有一个48项，就是48种的活动。为虾米要扫即个电动咧？扫即个电动的意义伫倒位咧？就是咧，第一会当刺激头壳；第二，自由创作无限；第三，网站因想象台湾国的模样。第四，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五，了解朋友斗阵的美感。第六，互囡仔对世界有好现。反正哦，你伫即个电动内底，你毋捌看过鸟形，就是鸟形潘达，但是咧，你伫即个世界内底先看到迄个物件，你才去动物园才看到。真正诶迄个物件，第七是团队诶合作，第八是大人会使知影囡仔诶想法，安尼所以我旧年诶时阵咧，都有设计一个 course， 一个课，一个活动就是50分钟诶，应该是1点钟哦，袂记得啦，1点钟哦1点钟。伫 Minecraft 去台湾国诶活动。囡仔学活过一工，伫即个世界内底咧，你爱，因为伊就是透早的时间是安全的，毋过暗时有暗时会来甲你杀互死，所以你伫透早你就爱紧甲你的厝起好，暗时就无法度开门入来，所以你头一步就是爱教囡仔讲操作，就是你要向前行，后壁行。第1到第10就是你个 keyboard 1到10是你要用啥物款的工具加湿，你的鸟鼠是要创啥？透早会安怎？暗时会安怎？伫即个世界内底有生死的即个观念伫内底。第3工做工，就是你会使做箱仔、测茶，就是去测树仔，还是你会使做你家己的厝等等的，好。所以迄个时阵都画地图安尼，
简单报你知，就是大人嘛是欢迎做伙耍的，就是伫台南大学的文化系哦，因伫 COVID-19 大流行的时阵的毕业典礼，因是用 Minecraft 来做毕业典礼，就是譬如讲，这个班30几个人，因的毕业证书，就是大家做伙伫 Minecraft 顶面来颁发的。过来是若是有趣味 ，YouTube 拢找着影片啦。Minecraft by 就是这拄则久吼 ，Tetris 即个俄罗斯的即个电动，第2名啊。大概前2档啦，较有人咧讲即个 Metaverse 元宇宙啦的概念啊，有足侪媒体其实拢有写讲，即个 Metaverse 即马讲啊遐尼深，毋过其实 Minecraft 早就已经实现10档啊啦，已经会使上市几百人伫遐做伙开讲啊，有台文界面，等下互大家看，大家品尝看卖。Microsoft 甲 Minecraft 买落来，就是有伊的意义。过来，全世界有真侪学校用 Minecraft 来教册，用 Minecraft 教数学、历史、艺术，甚至写程式拢会使。好，这是我甲后壁的厝足水，因为我介意起厝。好。后壁有一寡文章，若是有趣味的人，就是则会使来甲我讨link。咱上要紧是，你若是想要来到即个世界内底，你会使伫面找即个台湾国 online 即个网站 ，Facebook 的其实啥物拢无人嘛，因为咱毋是伫遮，咱是伫 Minecraft 内底，咱对面册是无兴趣的，所以你等若是点遮有一个 Google.com 的了后咧，你就会来到遮，就有台湾国的 Minecraft server， 台湾国 Minecraft server 足简单呢，伊的网址网链就叫做台湾国.online， 安尼，所以咧，咱嘛有 Discord， 但是。规日你毋知影，大人毋知影，你就是问囡仔，啥物是 Minecraft， 啥物是 Discord， 反正因拢知影。好，安尼即马我就要来分享一个咱的偏芳电动的部分哦。好，看卖哦。反正声音袂做细声，但是袂要紧。好，这是 Minecraft 的6钱的版本，就是一般人咧耍的。好，所以阮有甲即个部分，就是设计做有白话字的，白话字的版本，嘛有台文的汉字台文的版本，安尼。咱即马来看白话字的。有个人耍，嘛有做伙耍。做伙耍的部分试落了后，你就伫遮 add server 增加一个 server， 伫即个 server 的地址遮，甲迄个拄则台湾国.online 起伫遮了后，完成试落了后，遮就会出现你的 server， 上济会使50个人做伙耍。安尼咱就点入去啊哦。点入去了后咧，可能就是呢，这就是你的世界。好，我拄则是一个房地，有一个人的厝，这是一个囡仔起的厝，有窗啊，有门，这是拢无甲伊搞，这有电火，遮有箱啊，好，甲伊关开门。这是伊的名。完全。完全，我一开始是先甲即个台湾国足大字的台湾国，大家看得到吼。即个台湾国的字写伫遮，就是想讲叫囡仔伫即个原底是一个完全是趴远的所在，叫大家就是自由自在的起厝。我先起3个建本。就是遮有3间即种看起来土的厝，还佫有柴的厝，还佫有石板石头的厝，互因看卖厝是安怎起的。
但是因拢无教我做，因就凊彩去。比如讲拄则看即间，哇，看起来都是白种的感觉。你看伊个有树仔伫遐，啊，过来就是嘛有即种足奇怪的哦，就是这是伊的厝，啊，伊的厝是安怎？这是伊的厝，叫阿星引导。啊，你就安尼，你爱安尼行。啊，伊的厝来到遮了后，伊阁有一间厝，安尼。啊，你会使偷看伊的箱仔内底拢放啥？譬如讲，有瓜果、金蕉、猪肚目睭、玻璃皮，安尼。啊，嘛会使甲伊偷摕，但是咱莫甲伊偷摕，这是一个观念。好，好。啊，有一个重要的代志是，咱有足够的大人，伊就是有起一个台湾国旗伫遮。我即摆你属小人大人，大人，因某讲半暝，阮翁拢毋困，拢伫遐咧起台湾国。对。啊，就是即个旗仔足大的哦，所以你起啊起就。啊，我即摆是开上帝模式，就是我即摆的杯是因为我是用做饼的方式，互恁会使较，无若是要为遐行到遮，其实要行足久的。啊，咱阁会使看到遮有乌妈妈，伫遮。遮阁有一个台湾国的字嘛有伫遮。好啊，一开始迄个国旗就是起好了后啊，因为咱若是转去拄则咱创好的迄个砖头遐哦，你看连背都爱背遐尼久啊。就是你伫即个砖头，你根本就看袂到，你就是小可影到有国旗伫遐嘛。所以咧，囡仔就起即个，这是囡仔起的，就是一个图，足奇怪、足歹看的图。我家己感觉足歹看，反正因感觉足好看。啊，因就是想讲，哦，咱要来做一个会使看到国旗的一个塔，所以咱来看卖，若是你毋是会当飞？会使飞，但是我想要互大家想象迄个。囡仔啊，角度，伊是安尼一个图，安尼一个起的感觉。胡冰城。哦，这，好，所以就是做一个算是楼梯的塔，啊，佮有门，啊，伊佮有眠床伫遮会使瞓，安尼。伊都有一个会使看到台湾旗的一个看台哦，白台会使互因看，佢会使较近的，安尼。你无控制好就挂落啊。对。我都会安怎？会是啊，会靠会，啊，嘛有可能会是，嘛无会的是啊，对。所以今仔日 Minecraft 的部分就是先讲到遮啊，大家有兴趣就是请输入台湾国打 online 还是 Discord 都会使找到阮哦。好，赞。敢毋是100公分哦？哦，无要紧，你等下找，我先甲你报一个，对。好，我先你找一个，啊，我甲画面册等来分享。好，我其实会写啊，都会使啊啦。好啊，安尼你先，因为阮有一个足小的，嘛是迄个我妈妈的干部的半暝才咧起200公分。毋过就是今仔日就是甲大家介绍 Minecraft， 就是希望去较侪人算，虽然阮即摆 server 50个人，毋过阮敢有上去超过10人顶头卖，应该卖对无？好，就大家做伙来算，全世界的台湾人来起台湾国。对啊。这就是28公分的入口，1947-028，
28纪念公园，啊，遮都有种花，遮有写，涂骹是写1947-28，好，过来遮嘛有花，孙白石自由、民主、公平。还有个国家歌词，孙白石自由、民主、公平。这边可能去困了，好。是，白色恐怖纪念碑，安尼对，所以就是即马是起到安尼，毋过咱会因为这是大家自由拢会使家己起的，所以会愈起愈好。我原底今年是有想要甲受难者每一个人的碑做出来，其实咱是有法度伫即个世界内底去做献花的即个动作的，希望有一天会使实现即个代志，咱会使伫全世界无共款的城市做伙伫 Minecraft 做伙斗阵做伙听台湾人，安尼好。多谢德良，我来点分享。Sorry， 好，安尼，落尾我补充，遮。哦，对，这就是迄个时阵，大家咧起的时阵，对，真正拢爱起足久的，所以大家当来，就是甲咱做伙起。拄则讲的迄个，就是若是有学校考照，通常拢有免费教育班。若是讲是爱买的，其实嘛无贵，就是你敢若需要开一摆的钱，就是若是电脑班，敢若是700-800左右，伊是买迄个考照，伊后壁迄材料拢是伫迄个。节目内底去找去做，所以就是囡仔嘛会当去训练因找物件的能力。若是讲是手机iPad 版的迄款考照，敢若是300-400，伊就是重点是开迄个头一届买考照的钱，后壁拢免搁开钱，对，其实是安尼。拄则德良有讲，嘛会当就是一寡妹妹角角，就是我想要提供一寡台湾国现场，就是囡仔，就是因为 Minecraft 出的代志。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到底有可能出啥物款的代志，因为伫迄个台湾国内底，伫迄个 Minecraft 内底，就拄则有看到，咱入去别人的厝，嘛当看别人的想法，嘛当偷摕别人的物件。毋过其实嘛会当锁啦，嘛会当锁起来，毋过爱有家己的考照才有法度锁。会伫迄个嘛有人会感觉你起的物件就歹，我想要家己拆掉，还是你起的物件别人就是你是要起水的花，你是要种水的花，有的囡仔就是。迄个花会当摕去做啥，就拢甲你慢了，所以就会出代志。伫阮旧年2024年台湾国现场，阮是小学生在共一个时段有6个单，互囡仔去选择。为 Minecraft 这单当然就是消遣的，所有囡仔拢要去。毋过敢若有限定4个名额，因为阮电脑有限。结果就有囡仔，因为伫内底嘛会死嘛，会当互相伤害，会当相拍相杀是会使的。毋过就是因为阮伫台湾国遐是要互大家做伙起，所以其实嘛有囡仔，伊是本地就知影 Minecraft 这个 game， 所以伊算伊原底伫其他的 server 算的方式可能是小台，毋过就是伊伫遐一直抬，甲其他的囡仔抬甲袂爽起5摆，所以阮嘛有专工，就是伫台湾国迄阵敲即件代志。阮人讲小台真好算，你可能别的 server 是安尼算，毋过伫台湾国即个 server， 就是咱毋是要安尼，就是。每一个阮伫台湾国迄个亲子会活动，每一场设定的，每一项活动设定的目标，拢是为着未来迄个真真正正的台湾国。囡仔嘛，就是有法度了解，因后来悄悄的，就是因就有法度用理解即个前提的方式做伙算，安尼甲大家分享。server 即摆是讲是50个人，未来嘛会当大家个。就是为迄就是开钱寄付，若是未来有做伙成长，愈起愈多，阮就会慢慢个甲迄个 server 愈采愈大愈在安尼。好过来这是这就是拄则讲，就阮毋是今年囡仔，对，这是迄个阵较细汉的囡仔嘛是红包这是2021年，阮伫台北28对咧讲故事的阵，阮遮甲后壁。
徛的全部拢是警察，啊，阮就是干啊，咧甲囡仔讲故事尔。对，这日礼拜，就是安尼。好，过来上尾，咱甲大家讲，即句诗是咱要对苦难的记忆开出上水的花蕊。天光迄天，台湾是新个独立的国家。阮嘛有，我妈妈有办印衫网仔帮的活动。啊，今年阮嘛有专工做一个新的网仔帮，是咱台湾人艺术家明显伊明显拄则嘛有替咱读诗的明显伊所做的。甲大家分享，我今仔日穿的衫嘛是即领，就是顶头写台湾国。我请伊设计，就是我，我拄则后来就是迄个宣言无读，我就是讲读者，我就想着讲，即个概念其实是有枪子孔甲咱拍过，毋过喷出来的火，咱开出一蕊火。即个概念是我是2018年，我甲一群友志有做伙去驻俄破贼的行动者。迄个阵，阮的口号是拆除支那威权，去做台湾共和。迄个时阵，阮做的活动较侪是抗争，甲中华民国相落，去拆中华民国的厝。毋过后来就是迄阵是2018年，迄阵就已经有我妈妈。毋过迄个阵我主要是活动的参与者尔。后来2019年底，我开始换我妈妈，了后就开始思考做囡仔相关的代志，做教育相关的事工。虽讲无法度有遐尔大的新闻性，无法度有一时就轰动，冲突性无悬，应该讲冲击性、冲突性是较早做抗争足悬的。毋过若是要久长，因为我嘛看到较早去拆厝的活动，其实成本真正介大，包括官司，包括厝里的人、身躯边的人无理解，包括你本人互警察拍，去面对遮的司法定事，心理成本，看到身躯边的朋友遮的代志，嘛开始接触台湾囡仔了后，就开始想要做起厝的代志，所以就想讲，迄个阵就开始想要拆伫身躯顶拆图，毋过到即摆未拆，就有即个概念，想要对有影日捌咱听，咱到即摆互市民咱听，毋过咱想要甲遮的苦难有才调有能力转化开做一蕊花，对，所以若是有趣味的人，嘛会当来甲阮记者甲支持咱台湾的艺术家，明显艺术家，伊拢是专门咧做街头艺术，就是嘛有做衫，对，会当来做伙来斗支持，若毋知要安怎联络，会当开我妈妈的 Linktree， 就是加拢我妈妈相关的联络方式，后壁嘛会有活动的报名甲号放上，对，好，若是好，就安尼，落尾咱就来听咱爱为苦难的记忆开出上水的花蕊。天光迄天，台湾是新个独立的国家。咱的鼓吹火星酒展是咱台湾艺术家赵祖贤，嘛是较早有来咱论坛演讲过，台湾青年艺术家所造的火星酒。我袂。
多谢大家，今仔日的28节到这。好，安尼刷落来，咱就是刷来时间，就是若是有人想要发言、想要开讲，咱就会当伫遮来做伙分享对28节的日子，还是讲对 Minecraft 有啥物问题要问的，就欢迎大家同遮来交流。啊，多谢大家哦，讲不完。临时花了来，佮有诶讲不完是，即摆已经落线，因伫野餐的现场来做伙读诗安尼。即摆有几人？我看有全部人到遮啊。我关一下。好，大家即摆想。对，玉琴暂时有想要，囡仔敢会当耍电动啊？我毋知。是，伊还阁无介意算这呢，啊，就是伊用电脑的时间是有咧控制，所以嘿，即马嘿，大汉的嘿，还袂到嘿，伊有真侪当初其实对这已经有趣味啊，就是我看嘿学校囡仔真侪囡仔咧算这嘿，啊，毋过伊本人是对这较无趣味。袂，是真正是安。为咱家己大人先做，当初时阮拢就是讲，有诶家长我问讲，敢是为着囡仔，因为我妈妈囡仔嘛是四散伫全台湾安尼，毋是大人先想要算，他妈妈真重要，就甲28共款，咱大人先了解，再甲囡仔做伙了解。我拄则有去我妈妈 YouTube 找你放诶迄块影片，你是放伫 YouTube 啊？是放伫，就是你规场做我即摆是放伫迄个 YouTube， 啊，毋过我即摆还袂开放个嘛。对。为你即摆即场嘛有录影，所以时间嘛放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嘿，是，我想讲迄块就是较底，若是讲会当，对，好，无问题。毋是，我是，你比安尼就是会有加几啊走出来。对，是。毋是，就是我想讲，就是迄个纪念的部分，我嘛希望讲，就是毋是干那 Minecraft 迄边啊，就是纪念的迄部分，规个，就是迄块影片，对，有啊，拄则迄是 PowerPoint， 对，应该爱用来。拄则因为应该爱用今仔日录影，因为若是讲我今仔日放上迄块影片，内底就无读诗啊，因为读诗是咱现场，现场读的，对，所以应该用今仔日的录影。甲 upload 跟着公开，大家就共款的伫迄个龙岗遐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迄个 YouTube channel， 安尼。好，我嘛是想要讨迄块影片，你公开的，好。我即摆迄块我是有网人，我等下送互你。好，多谢。因我想要送迄块互阮老爸看，就是因为阮老爸是北管的先生。就嘿其实我就是我家己袂晓北管啦，伊就是嘛袂想要教囡仔即部分。其实我感觉这就是伊对家己自细汉，这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伊家己自细汉即个遮尔台湾人的即个部分，毋过互学校也是讲外口的世界，甲伊教做讲你即马算这乐器的物件，这北管的物件是伊拢讲，迄是毋正囝才会去算嘿，对，莫去学嘿啊。其实我听着迄个音的时阵是会足感动的。今仔日即两个拢是嘿，就是我听着的起价舞配，就像阮老爸迄种嘿，对啊，嘿啊，就感觉讲嘿，伊的音乐是咱会当摕来毋管是纪念庆祝。即种时阵会当使用诶，毋是真正嘿，就是毋是像伊想诶，也是讲伊自细汉互人教诶，迄个想法就是嘿，迄是无好诶，也是讲对啊，嘿对，所以我主要是想要嘿，就是教迄，因为我可能录影伊可能对啊，可能录影我毋知影，伊讲嘿，迄段较太长诶时间，啊，毋过迄段影片我一定会送互伊看。好，因为。
这是阿贤笨的啊，阿贤迄个阵嘛是足认真，就是伊到即摆伊专门等于台中啊，毋过若是台北迄边，我袂记伊应该嘛是大场定遐，我袂记倒一个队，就是我记袂起来学的，啊伊嘛是拢足认真，就是嘛是会对咧出阵还是啥，啊昨伊嘛是来当到着现场有分。啊，因为阮就是参考我迄个阵伫台北28.0咧办的时阵，因是用喇叭，伊要起行的时阵是分喇叭，啊，搁配迄个西洋的迄个进行曲的音乐，啊，毋过就是迄个时阵有考虑过讲，敢是要换做歌吹，毋过因为迄个就是较侪团体合办的活动嘛，有的团体会感觉会保留原地，就较毋免较费气。毋过即摆家己办的时阵，就想要拢换做台湾的，所以阮就是请来现本歌吹啊。就是后壁是配着咱黄昏的故乡，就希望28是咱就会当用咱台湾人的音乐。而且你拄则讲到的时阵，我嘛想到过2-3工前，国前兄吴国前，就是伊是迄个，若有人毋知影，伊是迄个5-6天，就是地主对啊，伊有因为前2工毋是有迄个，就是中国人中华民国咧讲因的迄号做啥上声，我无确定，就是迄个人讲在凭啥？因为即摆中国党咧甲咱台报做嘛，啊因就讲哦，凭啥物就是啊，若无报，恁拢靠政治正确才活下来。啊，国前遐就出来写一篇，就讲，就是恁是讲上声的呢，就是恁才是真正外靠就是中华民国来了统治的迄个政治正确。啊，若无咱台湾再来遐个5落，是安怎拢变做是毋知囝的，是安怎是走江湖的，是安怎是。对啊，就是江湖人，毋是一个正式毋是一个有法度搬去台顶正班的艺术欣赏。毋过迄就是咱台湾人的，敢是正班，就真正就是咱红市民的迄个空喙伫遐。大家若是有闲会当去读迄篇，毋过先甲大家中医报，对，迄篇中文下来安尼。若是有大家有要发言的，会当举手，对对。我就会迄落。就是问看卖有开镜头诶，是免紧，请。对，你好，我想要问，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我小弟即马是，就是国中、初中1年，啊，我有看过伊咧耍 Minecraft，啊，但是伊无学过台文，啊，就是台湾话，就是我会甲伊讲，但是。伊拢就是伊听有，但是拢袂甲我用台湾话，啊！但是我想要甲影响一下啊，所以我想讲，伊若是我问伊的，也是安怎，就是伊敢会使做伙耍迄个台湾国的 Minecraft？ 当然会使，而且就是迄个界面是虽然家己调整的，所以伊若是白话字枵看无，伊会当先用汉字版本的界面啊。对，啊，若是要安怎导，就是。要安怎导？就是到迄个 Discord 迄个群组问迄个咱两个问神，就是德林甲好，就是伊才会当知影安怎去管台文的界面，会当管白话字的，嘛会当管汉字的。啊，做伙算会当，就是因为即摆咱的迄个 server 真正咧，逐工咧固定登入的人无够多，嘛会当伫迄个 Discord 的群组闹人讲做伙去起安尼。而且我是建议迄个你家己嘛会当上算看觅。因为其实，因为迄个就亲像我妈妈嘛有一寡爸母就介意带囡仔露营的，啊，其实是爸母本身就介意露营，啊，当然露营对要互囡仔互在身躯边较无台湾话伴的人，有法度有一个完整的空间，啊，较完整的时间，就是可能2暝1日，啊，2暝3日安尼，就1暝2日，2暝3日安尼去进空间，是露营真正是一个真好诶，会当家己招嘛，毋免等别人帮活动诶方式。毋过，阮嘛是拢会建议讲，若是讲恁干那是为着囡仔，安尼就是其实你露营你会感觉足忝诶。啊，对，若是讲是爸母家己，就是大人啊，本身对露营是感觉有趣味诶、轻松诶时阵，啊，囡仔才有法度相对感受着，就是即个环境。有法度甲伊影响啊，是好诶影响，安尼，但无咧想，无像迄个，就是袂输咧做工课，对，所以才会建议你家己先算，我家己先算，对啊，才互我小弟算安尼。
就是你有法度了解，你才有法度甲伊讲遮个代志啊，对无？无你叫伊算，你嘛无法度，就是甲伊讲，你若还袂了解，因为像我家己就是安尼，我有买口罩啦，毋过就是我嘛是就也袂啦。所以我伫即个 Discord 的群组里内底就会当知影要安怎用，对对啊。对，你著话叫人，就是随不管是就是有人可能会随上这零啊，或者这零啊号是上主要咧教的人，对，所以哦，啊，这零安尼我，所以就是我已经有加入啦。是，所以安尼就会使嘛，吼，对无？这零敢是敢有会补充的？哦，我，嘿，无啥呢？这零你无开麦克？有。哇，我迄度是另外一个好，我会看你面迄个好。有看到你回答了是。好，赞，会使，好，刷来咱迄个后壁慢慢瞧。好，多谢两位。好，安尼感觉有人举手咧，大家毋通歹势。好，毋知影顶你好，我有听景南输音迄集，对，所以对毋知你敢有要分享诶？是想讲你有开镜头，所以甲你问一下。对，毋知你讲啥来，这还蛮恭维。咩啦？对，就是感觉恁一开始迄个228的迄个纪念会迄边办到足好诶，因为我一开始的时阵本来就是恁是要就是讲一寡就是228的故事啊啥，啊毋过佫有就是音乐佫有诗啥，就是创甲足有迄个感觉诶。阮其实头拄仔是就是拜五暗时无想要煮饭，就走去外口食饭，哪伫听，想伫迄个餐厅内哭出来。是辛苦，对，恁遐佫是228，对啊，因为阮著想讲，因为其实228的故事真正伤侪啊，就是我到今年嘛是拢会一直看着较早毋捌看过的，就感觉故事真正讲袂了，啊，若是较有代表性的，其实我嘛相信大家减有听过，啊，若是。对啊，就是永远讲袂了的，真的想讲，互228节来到就是仪式即个定位啊，故事就是若有法度，就是一直大家家己去找安尼，所以就想讲，互仪式转来到仪式，所以就以诗歌为主，对，希望互大家对，在即款艺术顶的安慰安尼，足多谢大家做伙来，多谢丁丁。台湾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是，有影。安尼，我想要讲两句话，就是明文讲的代志，其实我就感触的，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大汉查某囝，伊9个月的时阵，伊开始讲话，我就想着讲，我爱，对，就是我才迄个时阵才想着讲。我不管是有当时啊，迄个代志就会走出来。自迄个时阵，我才豆啊，甲代志跳转来，嘿啊，就开始伫面册顶悬找相关的资料，因为伫海外毋是像台湾，可能遐尼侪资源，嘿啊，就先对面册找，就找着乌妈妈。我头一摆看到乌妈妈的网站的时阵，面册页面的时阵，就互迄个乌。大的乌色的1947228，就是看到的时阵，就是有小可硬气，因为我知影即件代志对台湾真要紧，啊，毋过就是有淡薄像明文迄种，你即马就是爱面对，嘿，就是迄个地角，嘿，迄是我头一摆看到有一个要。有一个就是讲台语的组织，迄个时阵敢若想着要讲台语尔，无想着讲行台语路去台湾国，即两件代志有遐尼直接的关系。头壳内底是有安尼咧想，毋过就是袂甲就是无即迄种是一步一步，我感觉迄个解释的过程拢是一步一步嘿。啊，所摆
就是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足感谢我妈妈愿意做这件代志，嘿，因为无人遐尼艰辛解释，把这件代志讲甲遮尼明诶，干那我妈妈是头一个安尼，嘿，对，我感觉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想要甲恁说多谢啊，嘛是对，嘛是就是感觉就是咱爱做诶代志还佫真济，嘿，是，对，嘿，对，会做都会行，对啊，好正，大家若有要讲诶，拢举手，毋免害羞，然后阮就继续讲安尼，我感觉就是有法度讲，啊，伫即个所在讲日版是足无简单诶，因为像阮昨伫打到现场，就是想代表发言诶时阵，伊嘛讲，伊是伊诶工课是白班诶，所以昨时爱专工请假，啊，伊诶同事问伊啥要请假，伊嘛无确定要安怎讲，因为讲出来佫无法度啥讲日版就日版啊，啥要请假，就是减趁一工诶钱，就是要安怎互理解，所以有一个所在咱讲嘛是最要紧诶，所以大家若有要举手，拢会当举手，也是不管是直接开麦嘛好势安尼。拄则迄个玉金讲着，就是即个 cover photo 诶代志，对，就足多谢迄个玉金转来，嘛是甲囡仔送来我妈妈，对，就是有伴正经最要紧诶，就是无论是囡仔还是大人，即种 cover photo， 阮就想着，阮头一年就是咧办台湾国诶时阵诶故事，就是即张图第1947年，即摆大家看到诶，这是迄个 THK 邓宪君。就是伊嘛是伊即摆已经离开面册啊，毋过伊原是阮妈妈诶理事，伊是伊其实是工程师啦，伊即摆嘛是一个火箭阿伯，对，伊嘛是伫迄个太空中心，对伊嘛足介意画放假，伊较早定画政治放假，所以大家若是去 Google 晓 THK 放假，应该佫出有伊诶网站，毋过足久无更新伊写诶，即个图是伊写诶，阮就一直拢甲伊放伫 cover photo， 不管是我妈妈诶 cover photo， 永远是一张。我妈妈是2016年开始拍，2019年底我看，2020年诶时阵，就咧想秀热要办啥物款诶活动，因为迄个时阵是2019年，抑毋是我看诶时阵，就是阮秀热诶时阵就有办一个4天诶活动，迄个时阵是迄个阮诶理事长尚啊，甲秘书长敏雄，迄个时阵主办诶，我敢若是去做讲师尔。毋过就是煞年底了，我看我妈妈，我都想讲袂使2019年有活动，安尼2020年哪会使无？2019年迄场活动其实是为着，因为我妈妈诶家庭是希望若是会使，咱有法度互囡仔挡到当时，就是莫接触着中医，会当莫送去学校。就是因为即摆也袂有，会当互囡仔莫接触到中医诶学校伫台湾，对，所以海外诶资源是上无咱诶囡仔会当，就是莫有中医，有时咱就是咱是欠啥，毋过有时其实咱是加啥，对，就是海外有即个部分诶资源，真正好好发挥，对，就是我妈妈诶家庭若是伫台湾诶，是足拍拼互囡仔愈慢接触到中医愈好，对，因为安尼，所以阮有诶囡仔是。迄阵动甲，就是1年2年拢申请自学。毋过迄个时阵，大家嘛知影讲自学其实足开家庭诶资源，等于讲可能爸母其中一个人就是为着处理囡仔诶代志，无法度去上班。伫现代社会，安尼减一份薪水，其实是差介侪。毋过挡袂落第囡仔3年爱甲伊送去学校虽讲因就是有专工去拣较细间诶较自由诶学校毋过就是入去囡仔诶冲击，阮相信嘛是。会介大，因为语言就是阮诶囡仔就是无讲中国话入去就是迄个学校诶冲击，甲迄个囡仔诶个性，学校团体生活，佮有语言诶争差，所以阮就其实就是烦恼，所以阮才会伫2019年诶秀热诶时阵办头一场，迄个阵合作淡水台语囡仔赢，对，2020年诶时阵，就是囡仔迄个阵就有去学校嘛，我妈妈诶头一批囡仔。就想讲安尼，逐年就是虽讲平常时有野餐有活动，毋过逐年嘛是爱转来进完整诶，所以后来就我嘛决定办一场。
对我妈妈来讲，迄个时阵就敢若知影秀罗爱办一场尔，阮就四界去找场地。阮迄个阵主要看北部的场地，迄个阵我妈妈较有咧叮当的家庭是伫台北较侪。阮就去看几来，迄工看到第3个也是第4个的时阵，我甲阿和做伙去到宜兰头城的 YWC 的场地，阮就去看。迄边的兄弟主任伊就带阮安尼行，甲阮介绍讲，遮会使，遮是餐厅食饭的所在，遮是教室会当上课。遮有3栋是迄落会当住的所在，有一栋是红营、黄营、甲绿营，但是伊外口拢是漆无共的色。我就小可讲生笑，就甲阿和讲，咱若是来住遮，咱就爱住绿营，因为咱拢是绿的。对，迄个兄弟主任迄个阵就带阮看，伊拢有听着，伊就讲无啦，咱遮无讲政治啦，安尼伊就笑安尼讲，我嘛无加讲啥。迄个阵我妈妈是连网站都无，就是敢若有面册，所以伊带阮参观环境了后，伊就问讲。阮连妹子都无，就是伊就讲，毋知影咱是啥物单位，对，因为我无妹子通互伊嘛，我就开手机就是开阮的面册互伊看，就讲阮的名足长的，因为阮的名足伤长，足歹解释。迄个阵嘛未确定讲我妈妈，就叫做我妈妈就好。迄个阵拢爱读几句，小可困扰，对，就甲伊讲是安尼，对，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我妈妈好无安尼。过就伊其实看，因为台文可能无较会敢看有，毋过伊嘛是先看有一个较无糊涂。伊就问讲，即张图是写啥？阮就讲是1947228，就是对阮来讲228是台湾人意志的开始最重要的代志，安尼。伊就讲恁遮少年毋知影恁安怎看呢？伊拄则明明就甲阮讲莫讲政治，毋过伊即马煞。主动安尼问，我其实感觉小可趣味，就是看会到迄落台湾人的影。其实咱拢会自细汉讲莫插政治，咱会惊。毋过其实咱明明就足疼的，因为阮就敢若应讲228，其实阮就感觉阮了解还无够侪，咱应该去较了解。阮就安尼应尔，伊就开始讲，你敢知阮头城迄个妈祖经，就是当初是，就是咱唱歌的所在。阮即马即个营地边仔是海巡。较早叫做海防，一般的人是袂当经过即条线，所以迄个阵因台人兵就会对咱头前即条路，就是载人去到边海边诶，迄个哪来，就是如果甲因台是你敢知林义雄嘛是阮宜兰人安尼，我就想讲哇，啥物人拄则讲莫讲政治，对其实伊小想要讲诶，我就看到一个台湾人徛伫我面头前。就是伊是惊，伊毋是过伊嘛疼，对，伊嘛想要笑所以就迄天看迄个场地，阮看到迄个第3个、第4个时，阮就决定讲好，安尼今年就是要办伫遮。阮就开始看，阮就讲安尼看者迄个兄弟，就是有闲的日子，有人落来的日子是当时，就看到7月有一个，但阮迄阵想要办2、3日，8月嘛有一个，毋过8月迄个日子是8月15到17。2020年，就2020年的8月15到17。阮看到这个日子的阵，我就向讲着感觉，因为阮可能迄阵2020嘛，阮可能2017、18的时阵，但阮有读册会的册盘，可能阮就是现场迄款，就哪啉酒哪读册的时阵，有一个就读甲足艰苦的，就感觉咱台湾近代史的资料，哪会拢遮悲伤、遮沉重？对，咱台湾近代史敢有啥物较光明的日子结果就大家就是啉酒了咧开讲，就直接讲无定着是迄天，是1945年8月15迄天，就是迄个阵来用音放送的时阵，在日本天皇讲要放弃台湾。若是咱台湾，因为咱台湾人迄个阵叫是咱是中国人嘛，因为咱想要反抗日本的殖民，用一个中国民族主义想要去对抗日本民族主义。毋过若是迄个时阵，咱就已经想着讲，咱台湾会使毋免是日本的台湾，毋免是美国的台湾，毋免是中国的台湾，咱会使干若是台湾国。无定着咱迄个阵台湾就建国安尼袂有后来的228。无定着咱会当来办一个，想讲。若是迄个阵当就建国，咱希望台湾即马成做啥款，所以阮就随甲迄个时间定落来，注文落来，嘛是安尼才决定讲，
后来当年诶休热，就是8月15迄个前后，阮就是要办一个台湾国庆祝会即个活动，就是伫遐阮就会讲，若是台湾建国啊，咱今仔日即3工伫遮，就是当做台湾已经对1945年就建国啊。对，所以我妈妈是台湾上重要的日子，就是日8甲是咱的历史啊。8月5是咱的未来，是光明日，对啊，咱徛伫即嘛来做遮个代志，对，甲大家分享。好，安尼，对，无人举手呢，安尼啊，有人迄落偷偷甲镜头关起，无，免问啊，无，佩金，你敢有要讲话？就随便我无详细，我看到你开镜头，是，我是认定。你好，好，幸好你先讲，你先讲。啊，好无，对，我准备咧讲啥？是真感谢恁有我有甲定定共款，感觉即摆这恁办这线顶的这228纪念会，我感觉办啊真好，是真迄个音乐啊，念写迄个，对，感觉真迄感觉真好，对，遐恁遐分享的故事嘛，看了迄相片，我缀你哭。对，真就毋甘，希望咱会当对后世人来做一个有国家的台湾人，即世人建国。多谢大家做伙拍拼，嘿，做伙拍拼。好，拄则迄个张生，敢是有要发言？是歹势吼，我当初啊，迄个阮遮美国即个9点的时候啊，对，我有想要参加，毋过我吼，伊个链接我无法度入去啦，所以讲你是毋是逐礼拜拢有改迄个链接了？无，其实顶时间啊，即摆的迄个网链较特别，因为即个龙光兄伊无法度起来主持，伊咧参加美国现场的228纪念会，所以今仔日即个是因为惊无法度录影，所以今仔日即个是特别的，以后就会转去到固定的迄个网链，对，较歹势。今仔日是有特别改，因为是惊若上原地龙光兄无法度起来主持，无法度录影安尼。哦，有咱共一个时间就对啊。刷落来若是调整迄个下跪的时间调整倒来了，应该调整等于原地的时间。哦，对。歹势，你会当互我迄个链接无？迄个两讲啊，即摆因伊个即摆咧参加迄个，我想要参加。好啊，你敢是伫迄个咱的群组看到的？我伫 Facebook 看到的，看到恁遮，我其实我毋知另外迄个呢。好，另外迄个我来找一个，安尼我安怎互你？就是你甲我用迄个放到chat room好不好？迄个。对，好，我上来就会使。好。歹势，不好意思，谢谢。没好，多谢。因为我有人打电话，所以我爱离开吼，拜拜，再见。因迄场是南加州对无？我来看卖，因为 chat room 无法度放图。来看者，我看敢无法度找着。伊敢是要参加迄场现场，我就是伊要参加刷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所以我要互伊，我要互伊迄个。我嘛，是足确实的，听起来是伊即马要去现场参加，毋知因敢是人伫南加州，毋知。是，好，马紧，咱现场即马要9点，暗时9点啊呢。恁暗时9点吼，我看卖，伊迄场是7点半，伊7点半起过啊，毋知到当时，毋知即马敢若搁伫个是举办，嘿对。我等迄落平常时啊，咱的文化论坛的网链起来好啊，就是安尼后刷来即几礼拜，伊若有要参加咱线顶的，就法度小拄安尼。好，安尼咱看敢阁有人想要分享的啊，若无咱就等到45分，咱就来甲即个线顶的228节的即个录影啊，即个房间甲收煞安尼，真多谢今日大家做伙来参与。好，我想要讲一句，无人要讲的，我讲两句，就是我身躯顶评即个评价嘛，我上无满意的，就是伊内底小概拢敢若中国话。嘿，对啊，咱是安怎
有遮尔好诶物件，有遮尔好诶语言，无法度用咱家己诶话，就是莫用中国话。你用啥物语言拢好，就是莫用中国话。就是即个语言，甲咱诶喙齿加长诶，就是即个语言，互咱袂记你家己是台湾人。啊，是安怎咱无法度做到即件代志？嘿，我来甲你欢迎，我知，我是啊，好正，就是因为今年应该是BBQ葫芦会发起的嘛，嘿，葫芦会对，做，旧年看恁旧年，因旧年做诶，旧年做诶，嘿，今年我嘛我毋知，因为今年有搁做是无？对，因为台台湾嘛有一寡单位有活动的阵会发，毋过今年是你啥，因应该是甲日本台湾这边日本基金会合作，所以今年有一个 Google 单啊，就是迄 Google 单啊，伊就会当寄互你，所以我妈妈嘛申请，啊申请转来了后，就是去发，毋过阮就当然我妈妈的活动拢会先检查，啊伊是底头一抓是因是啥台文啊、汉德。啊，过来英文啊，后壁。安尼就是我摕到的是旧的，因为我会敢若中国话尔，中国中国话下骹是英语。年新的，我也是旧年的。哦，我也是旧年，今年可能有加台文，安尼嘿，安尼加较好势。对，我就我妈妈无法度忍受日本的活动出现中文，所以阮就个专工拢印大纸，甲伊搭起来。就是，结果今年我妈妈日本开上多条钱是迄落大抓，对，啊，阮就甲中文搭起来，感觉袂使有中文，所以阮就顶头就台文甲英文安尼尔，就赞诶，就希望比一年更加进化，对，有进步，多谢，赞，好。安尼咱即马时间差不多，安尼咱今仔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5年，安那有要讲话是有嘅。咱早是阮细汉查某囝要三岁啊，咱们请大家在做一下生日来讲声生日恭喜。真正，等下我要讲了，大家才祝互伊生日恭喜。伊是咱有嘅啦，卖咱叫伊配甜。伊就喊的伊3月初2生日，啊，因老母迄个阵有生的阵，上尾高血压最严重的，因医生一直叫伊爱注意，因老母因规个血压，就是因翁仔某嘛带因兜大只的，就是伫迄年的日游行上正去单位，阮真正感觉超恐怖，过2工过2工就去生啊。安尼咱来祝迄个又个，生日恭喜！生日恭喜！你讲感大汉哦，感谢，你感谢啦，你歹势啊，好嘅。又个生日恭喜哦！叫啥名？又个。你今日做生，你今日做生日啊？今日土地公伯生日咧。伊是名我土地公生哦，我当晚来放炮。对啊，土地公。伊名听起来讲走大汉，就是我相信。欢喜，欢喜就好，阮今仔有唱，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感谢大家啊！生日恭喜，生日恭喜，平安大汉。多谢恁哦，多谢恁，多谢恁，多谢恁有这个更你好的照片，这个水的孙。咱知想到会使徛咧，啥物会当徛？后摆就招迄个女性介护。啊，因即马在困啊。哦，对，恁遐半暝啊，对啊，半暝啊。拜拜。多谢。今年是从2019年台湾无人买菜啊。从阮希望会结束，天光迄天，台湾是新的独立的国家。